被上帝阮真欢喜，伫礼拜之间会通伫圣殿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中，互阮用圣神所带互阮的平安甲喜乐，唱出阮今仔日学乐的诗歌。主，今仔日圣歌队所要吟的这条诗歌，是阮一生中间真要紧的一个祈祷，是主耶稣所赏赐互阮的主的祈祷文。愿阮所唱出的诗歌会当摇动阮兄弟姊妹的心，亲像日出的光，照伫黑暗的角落，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心。你家己的话就发出力量，伫阮的人生中间，互阮无惊吓，互阮无受捆绑，互阮会当有自由平安，亲像老鹰展翅上腾。求天父上帝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无论是敬拜赞美青少年的领诗。圣歌队的学乐，书会所选读的圣经，以及伫祈祷中间阮的敬拜，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丰丰富富来得到。愿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叫所有圣名，阿门。好，咱预备心，吼，预备心。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咱搁三甲主日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伙来献上咱的感谢，咱用学乐来敬礼伊的圣殿，咱做伙来唱，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咱的主是全能的主，咱应该爱完全的信靠伊，来到伊的面前。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伫生命中，就算咱会拄着真侪艰难，阁会拄着真侪压力，阁有真侪挑战，但是咱毋免烦恼。因为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咱爱做的就是完全的交托，甲全然的信靠。因为伫咱的上帝，啥物代志，伊拢会使做会到。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无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全知全能神，荣耀都归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接续，咱来唱后一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的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亲爱的主，咱需要有你伫咱的生命中，伫这翻巧回你的世代，求你来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意念，坚固咱的信心。当咱软弱的时，赐予咱力量。咱时刻顶的需要你，求你甲咱三脚伫地，求你伫咱的生命当中。主，求你坚固我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爱着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求你时时与我们同在，不论是得时或不得时，让我们都信靠你。求你掌管我们的一生，因为凡事都有你一切的美意，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你的爱和光，自然成为我们新的生命。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最后一首，咱做伙来唱，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用这首歌才做咱的祈祷。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失灭患恼，失望羞愧时，你能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能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耶稣，你永远深爱着我，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比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
叫我与你爱隔绝。请咱安静心，做伙来礼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圣诗51首，圣在，圣诗51首，请起立吟全首。
请咱依愿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瑟伦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任内受苦，顶4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托，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文第17篇，启应文17篇，诗篇84篇，启应文17篇，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到遐通以爱？我的心神恋慕耶和华的殿殿甲魂气。我的心肠，我的肉体，与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七鸟啊，为着家己找一个收，影为着家己找一个父囝的收，就是伫你遐的这段遐。徛起伫你的厝内，即项有福气。因会直直学了你，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按锡安的大路的，即个人有福气。伊经过拉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福气甲因看捌。伊哪行，过来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咱国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做阮灯牌的上帝啊，你着看。看你受我油的下面，伫你的殿内，点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较好徛伫歹人的布皮。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灯牌。耶和华守事，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物。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阿免。是咱念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坐咧念全首。万心万
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的保守，阮拢平安经过。也伫你圣的主日，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敬拜，检查阮还有济济的跨路，求主你除去阮所有的跨路，也恳求主你赏赐你搁来新换命的圣神伫每一人的心内，也恳求你伸出你的圣手，医治心内有破病、心内创伤的，求主你甲因知较伫咧。阮也知因的艰苦嘛是阮的艰苦，求主你用你过来施恩大权能的手，医治透放逐个人的心，互阮一只搁得到你大大的祝福。但阮安尼恳求，靠主的名来求，阿免。即时学乐听圣歌队。在天上。
恭喜上帝话，记来旧约圣经民数记6章27节，民数记6章27节。安尼因要用我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顶面，我也要赐予因。搁咱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第9节到10节，马太福音6章第9节到10节，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讲到主啊，愿你的名为圣，咱遮庄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今仔日的礼拜中，我要甲咱来复习，嘛来回顾，嘛来深思，主要所甲咱的祈祷。伫即个祈祷中间头前的3句话。亲爱的姊妹，如果你伫过去来念即个主祷文的时阵，若无够格真清楚，也是讲真用心，安尼一句一句来读出来的时，牧师渴望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甲咱分享，因为即个祈祷深深影响你甲我。咱可能无了解讲即个影响有偌大，但是你若渴望会当成做一个真亲像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3句的话，每一句用心祈祷，会深深影响咱的心思意念。特别教会青年，牧师每一摆对教会兄弟姊妹祈祷的时，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期待，就是渴望恁会当成做即个教会的骄傲，成做上帝的宝贝。更较重要是，恁家己会当享受一个充满了荣誉、荣耀的生命。这3句话对恁来讲真重要。咱来倾将咱的心，往主拍开讲，主伫我的心内，我独独敬畏你，愿你的名声。咱的生命要因为这个祈祷来改变。为着要领受这个圣经甲圣神的帮助，我要邀请咱伫领受圣经的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耶稣，这是你教阮的祈祷，求你搁我的圣神亲自来教阮这个信仰的家庭，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对你圣神来领受新的解说、新的感动、甲新的决志。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会中，将主耶稣教阮的祈祷一句搁一句来讲互阮听。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阮的生命来祈祷。求你互我因为这个祈祷，阮的生命诚侪荣耀、圣洁、尊贵，互主你所欢喜。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做一个生命的开始，恳求圣神来手牵阮，互阮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中。互阮的心思意念，因为主的帮助，阮的生命得到清气甲洁净。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则咱咧听诗会读圣经的时，亲爱兄，这你有倒一句话特别感动着你？咱就旧约民数记第6章第27节。其实是顶礼拜的经文之一。伊讲，咱做时代人的，咱做祭司的，咱做基督徒，咱应该将上帝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咱做父母的人，咱应该将上帝的名放伫恁的囡仔的内心，互咱的囡仔有敬畏上帝的心。这是一个信仰的分享，嘛是一种信仰的传承。所以，兄弟姊妹，咱毋知影即个工作甲即个事奉有偌大的影响。拄是昨，其实是昨日也是大昨日，我袂记啊。接到一通电话，是对高雄来一个占兄弟，伊甲我讲，牧师，我捌去恁教会做礼拜一摆，阮拜六想要搁再去
教会，毋知你有伫咧无？我有将即个消息写互咱的中级知影，因为伊提起一个人，伊讲我的士大人，我的阿祖，伊的名叫做陈本来。所以兄弟姊妹，陈本来就是咱教会第一任的传道师。伊伫咱的教会有服侍3年统，等伊结束服侍了的隔年，伊就回天家。常来即个人客99岁，对美国即个华盛顿 DC， 就是华盛顿特区倒来99岁的老兄弟，也会当坐无人机，而且精神智能甲伊思考拢真清楚。伊甲我讲，牧师陈本来就是我的阿公，我的外公，就开始讲过去的教会故事。因长贵的家族倒来教会，伫这个所在来看伊的阿祖所侍奉的德堂教会。因无真深的印象因为当时伊的阿祖是太早的代志，而且迄个时阵教会还阁无即个礼拜堂。咱的教会早期开始是伫德堂街伫迄个中间租一间德公仔厝，后来买，伫迄个所在开始。所以陈本来传道师，伊一生并无受设立做牧师，我想啦因为伊过当年就过身所以可能来不及就按立牧师，但是无影响伊甲咱教会亲近的关系。我伫伊的子孙的身上，甲因的工作，我有感慨。陈本来传道师有将上帝的名放伫伊的子孙的心内，所以影响后来伊的囡仔。伊的孙伊的干仔孙，我相信因是一个敬畏上帝、互上帝祝福的家庭。所以兄弟姊妹，民数记第6章27节，毋是参考的，伊是咧教咱做士大人的咱，来应该爱将上帝的名，甲放伫咱的囡仔心中，真有分量，真慎重，真严肃，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内，互你的囡仔因为敬畏上帝。因就有智慧，因就有聪明，因就有谋略，因就有这个能力，因就有敬畏上帝的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恭敬来读主耶稣教咱的祈祷。严格来讲，严肃来讲，这个祈祷文咱呢，坐声念毋免1分钟就念了。但是头前的3句，我甲伊叫做3圣愿。3个真神圣的愿望，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愿望主啊，我要考到一间好的大学；主啊，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头路；主啊，我要嫁一个好翁；主啊，我要娶一个好某；主啊，我盼望我将来当驶好车；主啊，我盼望我的将来会当大富大贵，我一生一帆风顺。人有真侪愿望，但是主耶稣讲，恁着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连恁无祈祷、无求的，我嘛拢要互恁。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即个3圣愿只有3句：愿主的名做圣，愿主的国临到，愿主的旨意得成成就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兄弟姊妹，即个祈祷毋是为着别人，当然有哪有为着别人，但是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讲，咱都要有即个祈祷变做你的祈祷。所以，这个祈祷应该来讲，主啊，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受我尊敬，伫我的生命中间是圣洁无比，圣在。咱头一个祈祷爱讲，阮伫天里的被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内底分别为圣。咱的心内若有上帝，咱若是用圣洁的心敬畏伊，上帝要将咱的生命放伫一个尊贵的地位。然后将伊名写伫咱的顶悬。一个艺术家做任何作品，伊最后常常有一个动作，伊会甲伊签名，对无？所以你若有一张图是朱铭画的，伊甲你签名朱铭，你敢捌听过朱铭？其实朱铭上出名毋是图啦，朱铭上出名的是铜雕塑。你若有一个雕塑是朱铭，艺术家拢会甲伊签名。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作品，咱来了解。
所以咱是上帝，咱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上帝将伊的名写在咱头壳顶，耶和华以马内利，耶稣救主。伊将伊的名写在咱的生命中。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来用圣经甲圣神的帮助，安尼祈祷，这个三圣愿宝贝无比。愿你的国临到的时阵，你敢知发生啥物代志？然后上帝的国临到伫你的生命中间，上帝的国度的丰盛，上帝国度的荣耀，上帝手中迄个掌权的权能，伊就甲你讲：宝贝的囝儿查某囝，毋免惊，有我来保护你。啊，这你敢知？这个祈祷是遮尔重要。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中，就亲像伫天堂，毋是将来上天堂死了后三见面。愿你的国临到是此时此刻到永远。咱的人生应该爱有享受到福音，咱的人生应该享受到上帝所带予咱的能力，毋是到将来，就亲像画一块饼，对咱来讲一点仔帮助都无，化病充饥。兄弟姊妹，圣经的福音是此时此刻。过来，伊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顶。意思就是上帝将伊的计划，什么人的计划？我的计划。愿你的旨意伫正，就是讲，主啊，你伫我生命中间所有的计划，我将来要做心中的人，我一生伫你的手中。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捌安尼为着你的人生用这三句话祈祷？朝闻道，夕可死矣。就是讲，今仔日咱来明白这三句话是安尼祈祷遮尔重要。开始享受，愿主的国临到伫你的生命中掌权，愿主伊伫你生命中间所有一切计划，就伫你的生命中间。亲爱的青少年，你若为着你的人生的将来产生了疑问，你咧问你家己讲：我是谁？我的将来会如何？牧师要甲恁鼓励，问上帝。你若愿意甲上帝讲：上帝，我的一生独只有敬畏你，愿你的名声。我将我的生命，将我的人生，将我一生的成就，将我的将来，拢交伫你的手中。上帝讲：正，意思就是讲，我要将这个圣洁的荣耀放伫你的生命中间。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深深学习。兄弟姊妹，今仔日的讲道无结束，牧师要甲恁讲：如果你若将这三句话放伫你的心内，就算做你拢无做啥物代志，你安静坐伫上帝的面前，圣神要继续讲互你听。兄弟姊妹，就算做咱无做任何代志，咱安静谦卑恭敬伫主的面前。将这三句话反复，将这三句话放伫心内。主啊，什么种的意思？将你的名，愿你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高举成做圣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圣神要开始甲你讲，无论你何去何从，你的头壳顶悬写着耶和华的名，人看到你，就亲像看到我；人看到你，就看到我将一极其荣耀的一切生命的品格、智慧、能力，拢放伫你的心中。人看到你，就看到迄个亲像主民咧写的太极，和迄个气势，迄个艺术品，人看到就知影讲啊，这有上帝的伊的作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这三句话不但是背起来，爱常常用心灵。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你的心灵，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情绪，用你的欲望，安静伫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要继续将这话讲互咱听，互咱的生命伫平凡的中间，真做无平凡。这是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深觉立足之地，必有涌泉流出。
牧师最后一句话讲：让平凡的生命成为不平凡。迄个意思就是讲，从咱这个极其平凡的生命交伫主的手中，上帝签名，代志就发生。一张支票，空空的支票，无论你写偌济数字，若无最后迄个邓英啊甲背书签名，迄张支票是啥？空白的支票。咱的祈祷，若有上帝伫迄个所在，甲咱刻印，甲咱签名，准，咱的人生要成做上帝手中的王务，要成做上帝手中的花冠。兄弟姊妹，爱为你的囡仔做好的模样，爱为你的囡仔发出一种指明上帝的名，互你的囡仔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互你的囡仔伫上帝的面前领受讲，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这是今仔日我搁重复顶礼拜咱所读的。伊讲，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你所出嚟的祝福，嘛要倒在伫你的身上。你互人的，你要搁得到；奉我的名祝福你的以色列的百姓，这种的祝福嘛要倒来到伫因的中间。大义的圣经讲，因要用我的名放伫以色列的顶面，我也要祝福给因。奉主的名，迄个奉，伫旧约的希伯来语叫做顺，这个字其实就是安置啦，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的内心。兄弟姊妹，唔免勉强你的囡仔做基督徒，但是你若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士大人，你的囡仔免勉强，你的囡仔一定花头喜面，甲你讲，爸爸，我要亲像你，因为逐摆我看到你的事，我感受到上帝甲你亲密的关系。愿这种的图像，祝福在座兄弟姊妹，咱无人是100%十全十美的父母，但是咱会记得，咱若将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中，流泪撒种，欢笑收割。我会搁传一句咱那个网络文章，伊讲，当你讲互囡仔听的时阵，你的囡仔无爱听，要安怎？伊讲来甲上帝讲互上帝听。兄弟姊妹，这就是将上帝的名，这个奉，这个原文顺这个字，其实就是设立、安置、放置。你若将你的信仰、敬虔的信仰，上帝的名放伫你的囡仔心内，唔免勉强你的囡仔。你照安尼讲、照安尼做的事，你的囡仔一定照安尼得到。直到伊一生的路尾，伊所行的路嘛无歪错。这你同意吗？将这句话放伫你做父母的角色甲使命的顶端，因为大义的圣经讲，着用我的名放伫你的囡仔的顶面，写伫伊的额头，写伫伊的心中。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这叫做将上帝的性命深深啊啦，一粒种子，该放伫你的情绪，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思想，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情绪，将这粒种子放伫你的思想。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咱来大概读主的祈祷文，会当无出声，但是爱伫心内去思考讲，愿主的名伫我的生命中间，真做圣洁的、圣在、荣耀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讲，当我若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伫上帝的面前，我都唔敢假笑，我无蓝衫称呼伊的名，我嘛无互我的上帝的名见笑。遐这恁愿意吗？恁若愿意，常常我手伫你的心安尼祈祷讲，主我愿意，你的名伫我的情绪，你的名伫我的思想，你的名伫我的欲望，拢是极其尊贵。愿意上帝将这个意思甲念头放伫咱的中间。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三个圣经伊所稳重的三个真要紧的这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敬畏上帝的名。
永永远远，尊主的名最大。哦，愿你的名声这句话本身真正意思就是敬畏上帝。上帝无论怎样，无论环境怎样，无论我拄着人生的这境遇是怎样，永远到永远，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对于永远到永远，耶和华的名应该受尊为圣。也即将这种的观念不打折，完全放伫你做基督徒的态度的顶端。上帝要伫你的一生中间来回应。你若将上帝摆在首位，你若将上帝摆伫你一生中间上重要的地位，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要甲你捧起来，甲你揽起来，伊嘛要甲你放伫伊宝贝的心内。你相信吗？我要甲恁英语分享一句英语的圣经讲 ：My God never fails me。我的上帝从来毋捌互我辜负我。你相信这种的英文吗？咱所亲信的上帝，毋是用柴苦刻的，毋是用着石头雕的。咱的上帝毋免人做偶像，咱的上帝是早伫的、今仔伫的、将来也永远伫的。伊是自有永有。伊的名叫做耶和华，所以你的朋友若甲你讲，逐种宗教拢好，你毋免甲伊辩论，但是你爱肯定，咱爱肯定，毋是逐种宗教拢共款。我的上帝都无共款，因为我的上帝伊的名叫做耶和华，自有永有，伊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伊的名叫做耶和华。伊是永远我的上帝，也即你愿意讲安尼阿免吗？我咱伫咱的一生，因为即种的态度，伫到一生的路尾，就亲像牧师甲恁分享即个言语，你讲牧师，你定定咧讲道开安尼乌白语言安尼换来换去，什么 God never fails me， 但是迄个话你若了解迄句话是外深的滋味的时阵，你会想要爱了解讲迄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的上帝从来无辜负我。我的上帝从无弃杀我，伊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伫历史上有真侪为主耶稣基督放下性命的人，因面对迄个严格的审判到死之前，因无放弃因的理想，因无放弃上帝的性命。伫日本有一个区域叫做武岛，迄个所在是日本。真早进前是江户时，应该是明治之前，一个宣教师来到日本的传福音的所在。后来因为日本迄个时代是一个江户时期是一个真排外、真保守，所以因困住这个基督徒。因亲像早期的基督教，伊讲：你若甲耶稣上打过，今仔日我就无甲你斩头。当时有真侪日本。因为教会来不及建立足深的迄个信心的时阵，有人就离开教会。但是嘛有真侪人伫迄个时阵坚持，伊绝对无用伊的骹来打伊所敬畏的耶稣的像。所以听弟兄姊妹，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深深安尼讲，主啊，愿你的名声。弟兄姊妹，当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基督徒的像。你捌想过，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偏见吗？你捌想，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态度吗？基督徒应该有心中的思想吗？咱咧形容一个人真歹斗阵，咱会有当时咱会讲伊足歹心，因为迄个人真够巧劲，因为迄个人真够报了车弯，因为迄个人真邪恶，伊的内心真会用真多咱遥想未到的方法。来应付我，所以你姊妹，基督徒的心是好心啊，歹心。愿主的名成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的心思意念会转化，会改变，会被提升。以前咱想袂到的，以前咱做袂落的，但是主的名伫咱的内底是圣神的，甲咱讲，毋免惊，伊甲你配喙烂。是伊家己见效，因为伊的动作真幼稚。所以，兄弟姊妹，会互咱因无共款，上帝的圣尊名带来一个荣耀尊贵的新的态度，
意念态度伫咱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学习两个人。第一人就是玛利亚，伊讲我心尊主对大。愿你的名上的意思就是，我的心独独只有敬畏耶和华我的上帝。伊所讲的，伊的计划就照安尼成就。我唔敢讲 no， 但伊哩讲，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受阿乐，对永远到永远。或者将这两句话记起来，变做你的想法。有当时牧师会反复讲道，虽然题目无共款，经文小可雷同，会反复重新讲过你毋捌听过迄个信息。因为做基督徒，无可能因为一摆讲道、一届圣经节，恁就完全脱胎换骨、思想建立。咱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受劝勉，不断的去体验。这句话更较深刻去思考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学习玛利亚甲但以理，也学习大卫。大卫这句话是我深深所爱的经文。伊讲我敬奉耶和华，我常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敬奉耶和华，将上帝伊的名摆伫我的目睭前，摆伫我的心内，包伫我的思想的内底。拄则牧师咧讲到用解用一个动作，恁会记无？将上帝的名放伫啥？我的情绪，将上帝的名放伫底，我的思想。这就是大卫所讲，摆在我的面前，面对我，讲我的上帝是哪路？我的上帝是什么人？然后伊伫你的生命中，你就无摇错，伊坐伫你的正边，坚固陪伴咱。所以，兄弟姊妹，当上帝的名伫你的心内时，咱就不会自以为是。当一个人若常常想着上帝的圣尊名的时阵，咱就会常常去思考、感受着，我敢通安尼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圣经摩西五经内底申命记最要紧的精神，主要的申命记的精神。伊讲我一生所要学习的，就是做上帝看做正直、好、良善的代志。这是圣经申命记内底最要紧一段的精神。用上帝的想法做咱的想法。咱常常甲人辩论，咱常常有主张，但是亲爱的姊妹，咱要小心，有时咱的主张不一定是对，你敢同意？但是有的人不论对甲唔对，就是正到尾啊啦。什么人顺心？家己顺心。所以圣经内底是咧教咱怎样不偏左不偏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就是上帝看做好的事。圣经有真侪话会安尼写，比如讲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3节，两节的中间讲到两句话：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兄弟姊妹，恁登去定心读，不要效法这世界，唔通学习这个世间，唔通甲这个世间同款。恁着用圣洁分别为圣，献为火祭，伫上帝的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个字叫做 eulogia， 牧师嘛捌讲道甲恁解说过。理所当然，这个字叫做好的逻辑思考 eulogia。但是更加要紧，那基督徒伊的意思就是好的圣经的属灵原则。eu 是好 ，logia 意思就是 logos， 意思就是所有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属灵原则。一个无敬虔的心读圣经的人，伊永远读无。到只有咱将上帝的名放伫咱的心内，尊主最大的时阵，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圣经讲伊就是智慧的开端。迄个上帝的原则甲圣性，伊就甲咱讲话。搁落去伫第3节，伊讲，毋通看家己超过上悬，嘛毋通看家己超过低。有自卑感，有骄傲慢，这拢唔好。伊讲你着要看你家己合乎中道，
意思就是照上帝伊创造你的画面中间，伊原本的你合乎中道的意思是安尼。一个真好的自我图像，一个真好的自我的人格，不骄傲，不自卑，不卑不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当咱尊主的名最圣的时阵，上帝将一个拄好、好的观念放伫咱的内底，是理所当然，是合乎中道。恁愿意吗？常常花手甲主祷讲，互我理所当然，互我尊主为大，互我合乎中道。主啊，赏赐我这种正确、细正的属灵的态度。咱若无将上帝的名放伫咱的心，尊主最大，咱有可能会跋倒。我要甲咱提醒，咱的教会中间某一个兄弟。伊做咱的教会管家，当我知影有困难的时阵，我用一段时间陪伴伊。我嘛甲伊讲：你管理上帝的库房，上帝的钱是神圣的，你毋通黑白摸，毋通动用。伊讲牧师，我知。我想讲，伊知。伊的太太嘛坐伫边仔。伊的太太嘛知。后来，咱的教会改选中心，伊在这个所在归来，受牧师按立。牧师问伊讲：你有愿意安怎？伫西约的中间，伊拢讲我愿意。你心中若有上帝，你较会敢安尼用欺骗的方式来接受这个重要的职分。即我甲恁讲这个例，其实是我心中足大的痛，因为我从来无法度体会甲想象，较会安尼。伊的负责人后来打电话给我。伊讲牧师，你安尼做真无公平。我甲伊讲，如果你感觉牧师安尼处理若毋对，我调开小会，互你来说明。若毋对，牧师甲你会实的，咱重新改变。你作为负责人，你的丈夫咧做啥，你毋知吗？我举一个例，上时咧西约的时阵。还在继续挪用教会的公款，而且要将伊的房地产提去设定脱产，你能不知道吗？牧师虽然无证据，但是咱的上帝敢是不管事的神吗？所以，弟姊妹，不要妄称神的名。上帝无过头的动作，是因为伊怜悯咱。教会是一个照上帝话来生活的信仰的团体。咱伫社区人安怎看咱这群基督徒？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这间教会应该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教会。愿主帮助咱，咱心中若有互上帝的名分别最圣，咱就爱细字，毋通互咱的上帝流目屎，嘛毋通互咱的上帝伊的名受侮辱。主帮助咱。所以第二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你的生命改变祈祷。愿主的名声的意思，就是为着咱的生命有所为有所不为，分别最圣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若安尼分享，换手伫这个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主啊，愿你的名伫我的心内受敬畏。
咱要因为上帝的名，咱的生命有无共款？这就是我甲咱讲三圣愿。上帝的名毋是形容词，上帝的名嘛毋是包装纸，上帝的名就是咱生命的本质。所以，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用心中来读即句话讲：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心内，亲像伫天堂，主你掌权伫我的生命中。愿你影响我的生命，愿你将你的圣洁的画面放伫我的生命中。拄则我有甲恁讲，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生命记中间最要紧的教示、律法、利未记，就是祭司的家庭，就是牧者的家庭，就是教会中级的家庭，应该分别做成。分别做成嘛是摩西五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态度，意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伫这个世间，但是不像这个世界。这就是保罗讲不要效法这世界迄个意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照上帝圣性的感动，家己立约愿意。你若发现你的生命顶悬有什么种的软症，你伫祈祷中间，你甲上帝讲：主啊，我虽然知影讲安怎做较好，但是主啊，我感觉足困难，我做袂来。兄弟姊妹，将你的为难来甲上帝讲，将咱的为难来甲上帝讲。愿你的名声，上帝要因为伊的名来转化咱的性情。上帝要将伊的本性、将伊的属性、将伊的本质、将伊的心思意念来放伫咱的生命，真做咱的灵性，真做咱的品格。所以，兄弟姊妹，启示了讲得胜的人。我会主耶稣要将上帝的名，甲新的耶路撒冷圣城的名。伊讲我要将上帝的名、天父的名、圣城的名，甲我的名，拢写伫伊的顶面。咱若安尼，咱就想到拄则所读的民数记第6章，伊讲既然将我的名放伫以色列人的身上，所有的祝福就要临到因。愿主祝福恁的家庭。这下名意思是啥？英语有一个 quote， 就是我引用的这句话，我真爱这句话。伊讲，将我内面这个人，上帝给伊写一个名。以前伊叫做真搞怪，以前伊叫做真幼稚，以前伊叫做伊真安怎？但是今仔上帝将一个新的名放伫我的内面。兄弟姊妹，你若较无你的生命中间有什么种的特质？你通换手伫你的生命安尼祈祷讲，主啊，将一个新的名写伫我的心内。你为着你所较无迄个互人真欣赏的特质、生命的特质，甲迄个品格来祈祷，毋是为着别人改变，是为着你家己改变。兄弟姊妹，咱的改变需要对家内面家己欢喜、甘愿，知影咱需要改变。有一种人永远无可能改变，因为伊无感觉有改变的必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新的意念、伊的名写伫咱的内心。愿主祝福你的内心，对今仔开始踮伫你内面的人，迄个是好人，迄个人是好心。伊讲话无像着刺猬，常常就是要甲人辩论，要甲人冤家。愿天父上帝将一个良善、温柔、吞润、圣洁、尊贵、荣耀。各种的品格，上帝的属性，放伫咱的生命中间，提升咱。用这句话提醒咱家己。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爱的真谛那一篇。伊讲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最后一句话。但是伫中段11节，伊讲我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心思意念亲像囡仔。既然长大成人，就将囡仔的事弃杀了后，所听的弟姊妹，将你的心思意念交给上帝，上帝要互咱当大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
咱有新的意念，咱有新的情绪，咱有新的态度。人的心是一切结果子的源头。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伊放手伫咱的心内，伊甲你讲：我所听的囝子，我有听到你的祈祷，我愿意将我的能力、将我的性格、将我的权柄，拢放伫你的生命中间。因为伫今仔日个礼拜，你对圣经的话讲阿们，你有对我讲：愿你的国，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所听我的囝子，我要提升你的思想，我要改变你的生命，我要互你有好的心伫你的生命中间。我那对心来讲，胜在，胜在，胜在。愿咱就常常伫咱的心中，因为这句圣诗，咱就敬畏上帝。这个心内若敬畏上帝，尊主最大，胜在，胜在，胜在的人。就算做咱无做真多的行动进程，伫迄个安静的时刻，上帝要对咱讲话。所以拄则我有甲咱分享，嘛甲咱解说。你若真严肃，将这三句圣洁的愿望放伫你的内心，你心中为着这三项代志认真祈祷，主就要改变你，彻底上改变你的性情、念头甲思想。言语叫做：伫你安静无讲话，你主捌看上帝的事。虽然上帝并无出现，但是上帝的灵，互你知影，伊甲你相隔伫地。A silent of love， 伫迄个时阵，你的心内无搁再孤单，咱要感觉，这个看袂到的上帝，甲我相隔伫地。愿主耶稣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当恁夜捌仰望伊的事，伊互恁看见；当恁安静咧，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事。主将伊的怜悯，甲伊的慈爱，放伫恁的生命中。主听人祈祷，互咱真侪圣洁的。也我上帝伫伊的圣经中间，我是圣洁的，所以恁就圣洁；我是完全的，恁就完全。亲爱兄弟姊妹，做每一摆做礼拜。咱为着咱生命的软弱，做一个小小的改变。每一摆做礼拜，听到一句感动的话，是思想上间改变，伫咱的行为顶悬踏出第一步，一摆，一摆，一摆，一步，一步，一步。毋通互你的内心讲，人无可能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咱来甲这种的阻挡交教，甲伊讲 no， 我用耶稣的名斥责这种的阻挡 ，impossible， 甲伊改做 I am possible， 平平的字母拢共款，不可能变作可能。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因为伊要用伊的话，佮要用伊的圣神，就是真理的道、真理的神来改变咱。今仔日咱来伫主的面前为安尼祈祷，咱伫主的面前，咱恳求伊怜悯帮助咱。因为一个安静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讲愿你的名声的人，伊的心内若有真正谦卑甲敬畏的心，你的生命要得到6种的功能，就是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7种的性情，耶和华上帝的灵就要点伫咱的中间，伊要带来什么？带来智慧、聪明、策略、能力、财物、敬畏上帝的心。这句话咱常常读，因为我感觉这句话是一个金句，是一个基督徒适量智慧中间真要紧的秘诀。今仔日咱咧讲愿你的名声的时阵，如果咱若真正有当一回事，上帝智慧、聪明、策略、能力、智慧甲敬畏的心。一个若有敬畏上帝的心伫伊的内面的人，毋免人监督，伊知影什么通做，什么毋通做。所听的姊妹，愿上帝伊保守咱，若毋是上帝帮助，无人会通争对得胜的人，包括做传教者的人。所听的姊妹，你若愿意你的一生。
伫试探的中间无跋倒，爱常常尊主的名做圣。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后，服务师甲咱邀请甲提醒，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今仔日圣经讲，将上帝的名，将上帝的名下伫恁的囡仔心思意念。你敢捌安尼做过？兄弟姊妹，伫过去的日子，你有安怎做？你敢有认真做？拄则我讲，如果咱的囡仔若无爱听，咱讲袂听，咱就来讲互上帝听。即句话听起来足俏皮对无？但兄弟姊妹，即句话就是祈祷。我将即个锁匙交互上帝，上帝我无法度拍开我的囡仔的心门，但是上帝我将即个主权能力甲权柄即个锁匙，主我献互你，因为囡仔是你所赏赐互我的。我讲伊袂听，我讲袂赢伊，主啊，求你亲自代替我，将你的话讲互伊听。你想上帝讲互听吗？你若要有愿望，你就知上帝应该会讲互伊听。愿上帝祝福咱的家庭，所听的姊妹，奉主的名为以色列祝福，奉主的名为着你的囡仔祝福，将上帝的名放伫因的心思意念的内底。安怎放？毋是吹一支喙，爱用你的行为，用你的态度。因为既然叫我主啊主啊的人，无拢入天国。恁会记迄句话无？教囝毋是出一支喙，教囝是你咱先行做互伊看。兄弟姊妹，这叫做见证。愿主甲咱三甲地地祝福，恁的囡仔甲你做伙成长。就亲像我拄则一开始，我甲恁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传教者，伊叫做但本来。伊伫上帝的呼召中间，伊有分伫德堂教会第一任的传道师。德堂教会常常讲的，拢讲着庄清华牧师，因为庄清华牧师是第一任的牧师，伊也留落较济的资料。但兄弟姊妹，伫91年的故事中间，有真侪无名英雄，甚至我到第35年伫德堂教会，我才有机会去接待着但本来传道师伊的后代。我甲迄个占兄弟讲，你顶回来做礼拜，你也无甲我讲但本来传道是你的阿祖。伊讲我嘛毋知，4月来的时阵，伊感觉上帝何等的奇妙，所听的姊妹，但本来传道将上帝的名放伫伊的子孙。我甲即个家庭，甲即个老兄弟，伊叫做詹伯虎，占卜高。即个老兄弟99岁，也有才调坐飞轮机，对美东爱坐10几点钟。坐飞轮机出国毋是足享受呢。迄若坐10几钟，毋是10几钟啦，10几点钟伫迄个飞机顶泊伫遐。兄弟姊妹，最主要毋是咧讲坐飞机，是咧讲起一个99岁的孙仔，伊倒来看伊的阿公捌行过的脚迹。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祝福恁，上帝嘛祝福这间教会，上帝嘛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拢做伙有份伫即间教会，亚政治的工作，好无？将上帝的名放伫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将上帝的名放伫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咱同心来祈祷，对永远到永远摇花阮的上帝，你无所在，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的名是无起头、无结束、无煞尾。愿伫你的圣殿来听你所讲的话。虽然3000年、4000年，这话犹阁是遮尔宝贝。至圣的上帝，愿人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用圣诗157首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57首，请咱起立吟全首。天国的。
请坐，请咱准备心的奉献。咱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位我真尊敬的陈崇发牧师，今仔日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陈崇发牧师是一个真高龄咱的中会老大师大伊对我来讲就亲像一个熟龄的爸爸共款。我对新人伊要毕业进前受派来到德堂教会，我伫新人伊就接到陈崇发牧师的批。迄年伊是做中会的议长，伊代表中会甲我写批，甲我欢迎，欢迎我来到中华中会吼。我一直会记得即项代志，咱真欢喜，崇发牧师今仔日甲启迪吼，因做伙来做礼拜，伊是启迪的爸爸吼，恁大家拢知吼，咱欢迎伊，咱欢迎伊。耶稣听你，耶稣听，请坐。搁有就是喜乐保院美园主任吼，有带咱的喜乐保院的兄弟吼，伊是正式咱教会的兄弟吼，就咱的会友。因今仔日足久，因为疫情期间较无法度常常来甲咱做伙做礼拜，今仔咱做伙来做礼拜吼。耶稣听恁吼，咱耶稣听恁。咱谢谢美园主任吼，常常拢会安排就带因来教会做伙做礼拜吼。请咱嘛为即个社区居住的迄阵喜乐保院的咱的兄弟姊妹祈祷，因为塑胶节以前拢用伊家己的车吼，若伫礼拜日拢会载因来做礼拜。但是塑胶节伫几礼拜前伊的车报废因为伊无法度再修理吼，所以甲牧师写来讲牧师，我以后无法度去载遮社区居住的囡仔吼，
牧师有甲伊约束讲，咱来想办法吼，咱来想办法看以后有啥物讲可能安尼吼。咱甲这样代志放伫咱的祈祷，因为社区居住迄阵兄弟姊妹伊嘛足爱来教会做礼拜吼。愿天父上帝的教会是一个他的门都是向人敞开吼。这是咱的教会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求主的听充满伫咱的中间。生中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耶稣永远听，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脱离真正光明国度。所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祈祷，转为着阮中间有生苦病痛的兄弟姊妹祈祷，阮特别为着阮所怀念单数阿嬷来祈祷。主伊是一个真勇敢的你的查某囝，伫伊一生的年日中间，伊用伊的勇敢来做见证。上帝，你怎样伫伊困苦的年日中间纪念伊，也伊怎样用伊对你的信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阮听见伊破病住院，阮对心内毋甘，恳求天父上帝，你的旨意。就你的人民甲伊三甲伫地，或者生，或者死，主阮拢是属伫你。阮将单数阿嬷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伊伫治疗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对天灵来特别的稳定甲伊同在。主啊，阮嘛纪念阮中间是真侪的长辈，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纪念阮中间的长辈。无论是张成执事娘，无论是本入长老娘，无论阮在座遮个要进入高龄的阮的姊妹兄弟，每一个人愿天父上帝你有甲阮应允讲，阮的日子怎样，力量也怎样。愿主你施恩祝福伫因的顶悬。主啊嘛为着侪心灵需要主你怜悯帮助的，无论是伫阮教会实体的礼拜，或者伫网络顶悬参与礼拜。主为着心内欠安的人，恳求主你的圣神，独只有你的圣神会通互人得到平安甲喜乐。主为着因来恳求天父上帝你，将圣神分入因的外心，互因的生命充满快乐。主愿你的听，诚侪阮医治最大的快乐，互阮的家庭，互阮的心内拢充满上帝你的听，互即间教会诚侪你的听所扶持的教会。愿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为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所有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是阮稳定的源头，你设立教会代表你来祝福每一个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因的生日来恳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因伫主你的稳定。过来365日，每一天拢领受上帝你的稳定。主，互因灵魂体顶悬拢得到巴掌。主，
将你的圣神、各种的生命快乐，拢享受互因。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赞，赐阮祝福，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嘿，青铜祷告哈。是我的颈椎的侧弯。好，青铜，伊叫做叶青铜哈，是一个很棒的哈青年。咱伫你面前将青铜交伫你的手中，主爱的天父上帝，你做伊的爸爸，你做伊的上帝，祝你照顾青铜，互伊灵魂体顶悬拢得到勇健。伊烦恼伊的身体脊椎侧弯，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帮助伊，你的圣神做伊的脊椎，你享受伊恢复健康。阮伫你面前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阿门。也是爱你。谢谢周牧师。好棒，好，好，来，这礼拜是咱的主日学开始哈。不是后礼拜后礼拜开始礼拜六，迄个咱的主日学精兵营要开始。咱要好好来训练咱教会这边细囝吼，来上去站着。咱要为因开一个课程，就是周末的青少年。2点半到5点吼，有一个课程，所以恁若是恁的囡仔有倒转来吼，只要你迄个国小咱会当带来教会参加，咱要为因慢慢的扩充到社区吼，要为咱的囡仔，所以伫咱对来讲，应该是讲，咱要开始因的精兵营，对我来讲是讲因的迄个周末营。快乐周末营哈。咱有真侪真好的课程。咱教会有足侪硬体设备，像打鼓啦，吼，搁是迄个烹饪啦，吼，足侪物件，咱会当伫因的身上来甲因造就。咱请牧师来为着这个新的课程来为因祈祷，阮拢有报名哦。咱做伙用祝福，咱亲像因的熟龄的阿姨、熟龄的阿伯吼，咱做伙熟龄的爸爸妈妈，咱做伙来为这个囡仔祈祷。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新的这个时光，特别是囡仔的灵命的造就，快乐的周末营来祈祷，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所有负责的老师、这爸爸妈妈，拢会通用祝福囡仔的心来开始这个时光。阮恳求天父上帝，互阮的囡仔，因亲像撒母耳，伫上帝你的圣殿中间稳上加稳，主啊，因的身躯会成长，哪大汉，就因的灵命。就哪有上帝你家己的荣耀？至上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或者囡仔会通敬畏上帝的心，也有上帝你的圣神的保守，永远无离开因的成长。至上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感谢阿罗你，主啊，求天父上帝赐阮祝福，互因伫主你恩典中间满满的恩典。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求天父上帝也通过这囡仔。因会当做好的生命分享者，会当将来将上帝你的恩典带到社区来参加的所有的这个快乐周末营的社区的囡仔，祝福这囡仔真侪小小的传教者，小小耶稣会当做耶稣的好帮手。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祝福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加油！好棒啊！也是爱你。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咱请师会来报告。是我来报告。顶朝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3、8点伫教会甲线上，清早起的礼拜。1点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甲教会。圣工的服侍，下礼拜咱师会请房管执事、风筝执事，领诗请郭依玲姐妹，司琴请陈美秀执事，书院是我甲胡书记执事，爱餐咱请张真燕姊妹，新安宫的读经表咱请咱安尼。继续读，具体交通伫10月21日开始，每礼拜拜六下晡2点半到5点有儿童的营会。
本柜的内容有合唱、烘焙、体适能，欢迎咱主日的学生来报名参加。第二，永雅村旧书纪念奖学金申请，请咱赶紧来交成绩单。第三，圣诞节有洗礼，请有感动的人预备心，申请报名接受真道班的课程。第四，咱请为生日的人来代祷。奉献，若有毋对，请过节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第二，请为信心欠咱的兄弟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甲一日得克达爷。这是咱来念上行圣诗507首。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刷叉，曾牧师接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闭会。